好，第64次藏文课，咱们来下半时，168页，下边看第2句。现在正在讲这个解正这个连词，就是对，它后边呢代表的就是后边的话是解释前边句子的，解正关系。看第2句，开巴谢恰瓦拉尼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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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巴是学者或者叫智者，谢恰瓦是叫做，恰瓦就是叫做。就是叫做学者的，然后拉是在这个里面，在叫做所谓智者的这个里头，有两种情况，就是称为智者的这些人们呢，里头有2种情况，然后约的就是有哪2种情况呢？下边来说明来解释。所以后边的句子是对上边这个句子一个解正关系，解释证明。说有哪2种呢？这就是个冒号，下边呢分2句话来讲2种。几单给朗多尔给区，几单给朗多尔给区，几单是世间、世俗，凡人的、世俗的，一般的，就是这些。世间的朗多尔的朗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人的未来时，人是拉枕报人那人，拉枕报人那人取，人是原形，朗是它的未来时，再加个撒就是过去时，就是取的未来时，索取，未来时不是索吗？索取。朵儿是这个，它的原型呢是再前边加个阿沃。这个呢，朵儿呢不加阿沃，是这个朵儿的过去时、未来时都是它。意思是什么呢？是舍弃，剖掉，前面啷是取，这个取的未来时，后边呢是扔，是舍弃的未来时。2个词儿呢就是所取所舍，2个合起来就是取舍，就是有取有舍。看到一个东西呢，我是取它还是舍它，就是2种选择，取舍。世间的取舍的趋，这个趋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用的地方也很多，它的最基本含义是方式。这个方式里头呢，就是跟它平行的就可以方法、形式。你来这个从这些词里头体会它的自性，它不是内容，它是方式、形式、外表，样子、外表。它是方法，它不是这个实质，不是目的，它是一个方法，是个方便，这是一个意思。这个还有一个意思呢，是正理，就是正确的道理，基本是这2个意思。在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呢？这就要从这个里头来，这个就是你就来体会，来抽象它的意思。它下边译的是叫
分清世俗取舍标准，它译成标准。这个你怎么来体会它这个？你看啊，世间的取舍的取舍的形式，你就根据它这个来取舍的形式，取舍的方法，取舍的方式，取舍的方式，实际上就是一个标准。世间的取舍的方式，就是说世间人都是用这种方式来进行取舍的，它是一个方法，它不涉及内容，不涉及这个就是说具体说它这里头没有正确事物，它就是一种方法，它是一种技术性标准，取舍的方法。如果用它另一个含义说正理呢，也可以引申出这个意思来，说世间取舍的正确的道理，也是一个标准。所以呢，就是来体会它呀，在用在这个地方的表示什么意思？就是说，智者有两种，一种呢，世间的取舍的这个形式啊，他很精通，也就是说，世间事儿你很多小孩子不知道，糊涂人不知道，为什么叫他叫智者呢？你有什么事儿你不知道，说这个事儿好啊不好啊，他能判断，他知道这个事儿是好，那个事儿是不好，他有取舍标准，这就叫智者。你看这个，所以他这个呀，这就是智者的定义。什么叫智者？善于抉择。在佛教来说，抉择就叫智慧嘛，就是说有智慧。所以你不管换多少词儿，它有一个自性，它有个核心，就是什么呢？什么叫智者？智者就是善于抉择，善于取舍。他知道这个取舍的标准，这就是智者。不知道这个标准，那就叫无明，就叫糊涂。像佛呢，也是他知道取舍的标准，什么都明白，但是他不是世间的取舍的标准。这个第一种是世间的取舍的标准。下边马摘巴日结巴拉开巴的汤，马摘巴日结巴拉开巴汤。这个摘巴是混淆，就是搅和在一块儿，混淆或者叫这个混在一块儿，就是混同混乱，就是给掺和在一块儿，就这么个意思。马摘巴就是不掺和在一块儿，就是什么叫掺和在善恶掺和在一块儿分不清，它不掺和在一块儿，能够它这意思叫毫不混淆的，就是不混淆的，就是能够分清楚，不混淆的。结巴前边也刚出现过，就是区分，区分、区别、分别，它这翻成分清，就是能够区分开，能够不混淆的，就是毫不含糊的区分开。然后八，注意这个八呀，就是前边整个这个句子，就是不混淆的区分世间取舍的标准的这种情况。这个八呀，它就是代表整个句子，就这个意思，就是这种能够善于分别的这种情况，对于这种情况精通的人，开八动词是精通，它带上八之后呢，也可以当名词，就是精通，对于前边这种情况精通的人。开八堂就是对于世间取舍标准能够不混淆的分清楚的这种情况，对于这种情况非常精通的人，这是一种智者。堂下边还有第二种智者，这是有两种嘛，这是第一种。下边再看第二种，坦白却给朗多尔给去，坦白却给朗多尔给去，坦白坦巴前头说过是精华，它的字性叫妙正，就是神妙的、正确的、真实的、真正的，就是这个有很多词儿了。他那个韩老就给一个妙正，就是说非常神奇、非常神妙，但是它又是真实的，又是正确的。
在这儿呢，后边是法，这就叫正法，就取它妙正，就取它正法。正法呢，在我们佛教徒来说，就是指的佛法，所以它就是佛教徒经常就用这个正法表示佛法。下边译的就是叫佛门，佛法的正法的取舍的标准，正法的这就是佛教里头的正法取舍标准，这个就要求很高了。马哲巴日结巴拉开巴的，马哲巴日结巴拉开巴的，不混淆的，不混淆地，这就是一个状语，形容后边这个动词。结巴、切巴、结巴就是分清楚、分别开，区分开，能够不混淆的区分开正法的取舍标准的这种情况，对于这种情况精通的人，这是第二种智者。两种智者，一种是世间的智者，一种是佛教的智者。像这个孔子、老子，这就属于那个世间的取舍标准。像孔子君君臣臣，他能够一套这个取舍标准，他很精通，这叫世间的智者。佛法学得好的人叫佛法的智者。注意，整个这两句呢，这个唐连起两句来，整个这两句后边又加个呆。什么意思？又是一个冒号，后边的这个话又是对前边这两句话的一个解证，又是一个说明解释。他怎么解释呢？说前边说智者有两种，然后下边有两句解释，已经解释清楚了。说这个解释清楚了，怎么还有解释呢？你来看，说两种人已经说清楚了，他还怎么解释这句话呢？注意看，冒号下边说南巴尼苏颂，南巴尼苏颂，颂是说的敬语，也就是说这个话不是一般的人说的，是上师圣者智者反正就是比较尊重的人说的。他说什么呢？说南巴尼苏，这个苏是说的往前到了，说二，你说二，南巴是样子、形式、种类说两种，说两种，两种前边呆是一个解证的冒号，就是说有世间的智者，有这个佛教的智者，冒号就是这两种，这是一个总括，就是说前边说了具体情况，后边说就是这两种，说就是这两种。总而言之，就是把前边说的话的精华概括起来，就跟那个叫多尔dü那，总而言之就这两种。所以它也是个解释关系，说两种，哪两种就是前边说的这两种，这也是个解证关系，也是个解释，也是一个证明。所以这里头用了两个解证的这个连词，一个解证是解证前边那一句，第二个解证是解证前边这整个前边这三句，把前边都详细的说完了，说就是这两种，来个总结。好，开巴谢恰瓦拉尼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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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蛋给朗多尔给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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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摘巴日结巴拉开巴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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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白却给朗多尔给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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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摘巴日结巴拉开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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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巴尼苏颂，南巴尼苏颂，南巴尼苏颂。南巴尼苏颂。好，下边
你看他这个翻译啊，有云，这个是哪儿来的呀？就是最后那个宋来的，有云。然后所谓就是上边的谢卡瓦，所谓智者开发有两类，哎，它是这是有云是最后那个提前译的，哎。下边这个语法意义啊，说代代替连接词或词组时构成副指成分，副指就是重复的来解说，哎，它也叫同位语，就是说它们的这个语法位置是相同的，只是重复的说，哎，副指就是解证，哎，就是重复的来这个解释，指的就是前边那个句子。同位语就是语法意义相同，说两句话，哎，反复的来说明，表示后面的词或词组是解释前面的某一词或词组的，哎，这是咱们直接看这个例句吧。意义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新意啊。第3句话是主南巴阿古尔瓦尼，主南巴阿古尔瓦尼，竹是粮食，是一个总称，所有的粮食类，哎，都是叫竹。还有一个意义是一粒儿粮食的粒儿，哎，竹。南巴是种类样子，阿是五种粮食，哎，5种粮食，这是量词跟那个数词都跟在后边，5种粮食。古尔瓦是给，这是一个那个敬语，就是赐给，哎，所以它这下边译的是所赐，谁赐的呢？就是唐朝皇帝赐给这个就是进藏的公主要带的五谷，哎，就是五谷，就是赐给他的那个5种粮食。底大得说皇上赐的5种粮食呢，底大得是这样的，哎，就是哪5种粮食啊？是这样的，底大得就是个冒号，这样的打个冒号，也就是他那个前边译的叫即嘛，就是即就是，哎，这5种粮食是这样的，就是哪5种呢？是内汤戳汤，内是青稞，这是藏文的那个什么以后啊，那个虚词作为虚词就是连词，作为实词呢就是青稞，哎，内。戳是小麦，梭瓦汤、三麻汤，梭瓦是大麦，梭咱们前面刚出现了一次，就是我的牙要被打掉了，梭是牙，哎，梭瓦就是大麦，跟这个大麦个大一点，跟牙似的，这个梭瓦就是大麦。三麻是豆子，哎，他这译的是豌豆，三麻就是豆子。这个最后是三琼哦，琼是小豆，哎，小豆其实小豆是一种专门豆子吗？是一类是吧？哎，要像绿豆、红豆什么那些小豆子，估计其实就是豆子，大豆跟小豆，哎，它这译的具体就译成豌豆。它这个语法意义就是还是说那解证词呢，解证词可以解证后边的解证都是一些名词或者名词词组，像这儿就是名词，哎，就是说赐了5种粮食都有什么呀？冒号，哎，下边一个一个就这个糖就行了，所以也很简单啊，读一遍。主南巴阿古尔瓦尼，
底大得乃堂戳堂，底大得乃堂戳堂，梭瓦堂三马堂三穷哦，梭瓦堂三马堂三穷哦。下边一句，戴罗那若马尔巴拉索的，戴罗那若马尔巴拉索的，这三个人的名字，戴罗巴这是一个戴罗巴，下边一德洛巴，那若巴拿若巴，马尔巴马尔巴是这个直接是那个米拉日巴的师傅，前边是也是两个有名的祖师，三个祖师。拉索的就是等等，这个的这是一个咱们说了就是个冒号，它后边解证关系要解释这句话，说这三个祖师，这三个人等是怎么回事呢？下边看他的这个怎么解证啊，说。拉玛出托孔玛南给讲，拉玛出托孔玛南给讲，拉玛上师出不是成就，完成成就，托是获得成就，这是对这个前边这个三个人的一个解释，说这三个人是什么呢？也就是上师，他们三个都是上师。出托就是获得成就，是获得成就的上师。然后后边还有孔妈是什么呢？这个孔妈是这个它的基本含义是上边前面，孔是上面的前面的，这是它的基本含义。然后他就转出什么意思来呢？指的是这个，一个是上面的，就是指的皇帝，就叫孔妈，这是这个具体化了。前面的就是指祖师、先圣、先师、祖师，你就记一个皇帝，上就是皇帝，先就是前面的就是祖师。孔妈这儿就是祖师的意思，那门。就是前边这三个人，他们都是获得成就的上师的，这些都是祖师们，获得成就的上师的祖师们。然后他们做句格，他们要做动作，他们做一个主语，说这些祖师们呢，也怎么样呢？嚷嚷给那么他日颂。嚷嚷给那么他日颂，他们这些祖师们呢，做了一个什么动作呢？颂都说了什么东西呢？往前头倒。那么他日是解脱，那个他日这两个就是一个词儿，不是拉丁。他日就是解脱，那么是加强，就是彻底解脱。十分解脱，非常解脱。那么他日就是彻底解脱，实际上直接就是还是一个解脱。这个解脱在这个地方呢，它是什么意思呢？是传记就是藏族就拿这个解脱就也叫做传记，就是他就是解脱就是传记。谁说谁的解脱，就是说他的这个。你看他译的是一生事迹，就是他的解脱过程。然后呢，前边还有一个定语是嚷嚷给，就是各自的事迹。说这三个祖师获得成就的祖师们他们也都说过自己的故事，说过自己的事迹。这是哪来的一句话呢？就是可能就是米拉日巴的徒弟想让米拉日巴请他来讲一讲自己的这个一生的传记。米拉日巴说：“我这老朽也没什么好说的，
就让我睡觉吧，算了吧。然后这弟子们可能是这个为了劝说他说，所以就说这个话，说德洛巴、拿若巴、马尔巴等诸前辈，这个前辈就是指的那个孔嘛，我看啊，前辈实际上就是那个孔嘛那姆，从这前辈，因为他有前边的意思嘛。得道祖师就是那获得成就的喇嘛，都曾宣说其各自的一生事迹，就是说他们都说过，你也说一说吧，这样一句话。这个语法意义呢，就是那个拉索德，就是这三个人等后边有个解证，就是复指同位语，就是说这三个人是谁？是同位语。你看到最后呢，他把这个说马尔巴等诸前辈，他就是当成一个，你也可以说是形容词，也可以说是同位语，就是这三个人都是获得成就的祖师们，就是这样一种解证，就是复指。同位语译的时候呢，把他们就放在一块儿就行了，都是一个位置一个作用，然后由他们整个这一堆做主语，他们都说过自己的传记。好，所以经常啊，你看到这个之后啊，就把它点成俩冒号就行了。这三个人都是祖师。好，读一下啊。戴罗、那若、马尔巴拉索德。戴罗、那若、马尔巴拉索德。拉玛楚托孔马南给讲。拉玛楚托孔马南给讲。让人给南他送。好，再看一句，还是解证关系啊，说桑盖的佛陀冒号要解证佛陀，什么是佛陀？跟他是同位语，也就是说后边这个也说的是佛陀，但是呢，他是用另一些内容、另一句话、另一些这个对他的解释来说的。前头这只是一个名，所以呢，后边是解证前边这个名字的。说佛陀呀，他就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冒号，佛陀就是下边这样的一个人。解释。马日贝尼桑巴汤。日巴的一个具体的含义就是看见，看见。然后这个它还有很多抽象的含义，最主要的一个含义就用一个字，就是明，无名的明。日巴就是明，就是智慧，有智慧。马日巴呢，就是无名，没有名，无名马日巴。无名的尼，尼是什么呢？尼就是睡，它译的是睡梦，这是两个意思合起来了。尼就是睡着，睡觉，也可以说是这个睡梦中，就是实际上就是睡觉，睡着了。说在无名的睡梦中，无名的睡梦怎么着？后边呢是丧吧，丧吧是醒来，从无名的睡梦中啊醒来了，觉醒了的人，你看丧吧，醒来的人，这就是个名词化，就变成一个名词了。也许是醒来的情况，这个地方呢就是指醒来的这个人。说佛陀是什么样的人呢？他就是一个从无名的睡梦当中觉醒的人。实际上真的是那个佛陀的梵文的那个本意就是叫觉者，醒来的人。你看这就是解证关系，他们是同位语。佛陀就是从无名睡梦中醒来的人，无名中睡梦醒来的人就是佛陀。你译的时候可以说佛陀，无名中睡梦的觉醒的人佛陀，同位语，你就可以把它并列起来就完了。唐还有解证，下边说佛陀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叫
谢掐了罗觉给宝，谢掐了罗觉给宝，谢掐了罗觉给宝。谢掐了罗觉给宝。哎，它这个读双音节罗觉，后边这个就可以读降下去。先看这个谢掐，谢是知道，掐是做的未来时，表所，所以这个谢掐就是所知。所知是什么意思呢？也很重要啊，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人所能够知道的，所应该知道的。这个所呀，这个掐有应该的意思，就是你所应该知道的，你所能够知道的。说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我们能够知道什么呢？我们应该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也就是像佛一样正遍知。我们人呐，能够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能力就是世界上有什么我们就应该知道什么，这叫所能够知道的。所能够知道的也就是我们所应该知道的。你看我们每天都在学习，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们应该知道。哎，你不知道呢，你就不称其为人。哎，你比如说你什么都不知道，跟动物似的，那就不是人就是动物。作为一个人，你就应该知道，应该知道什么呢？应该知道世界上有什么，所以我们就在学习做人。所以这个谢掐呢，就是所知，就是所应知，所能知，哎，这个意思。实际上就指的是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法，不管是真的假的还是什么，所有的一切法。所以这个所知也可以译为一切法。哎，对于一切法，对于一切法，罗觉，罗是心，觉是商量。这个商量心是什么呢？就是智慧，就是觉悟智慧。就是说你这个人呐，如果能够经常跟别人这个交流商量研究追求真理，哎，这就叫智慧。所以商量心它的意思是智慧。对于一切法的智慧，那就是一切智。对于一切法的智慧，哎，对于一切法的智慧，这是个名词，这是这个名词了。这个觉这个仨是它本身带的，不是加的啊。对于一切法的智慧，这是个名词，后边啊，别吧，别是什么意思呢？是丰富发达。别吧，这是个动词，丰富发达，这个繁荣兴盛，哎，就这样的意思。这句话里头什么意思呢？说对于一切法的智慧啊，是丰富发达繁荣兴盛，达到了这个百花齐放，达到了顶点。对于一切法的智慧，这个繁荣发达了啊，这个开花结果了，达到顶点了，这就是佛。佛是什么样的人？他就是一个对一切法的智慧啊，他都发展起来了，都繁荣了，都达到了，哎，这样一个人。你看那个桑戒的戒后边啊，也是这个戒。桑戒咱们说过，丧是醒来的意思，那不是后来说从梦中丧吧醒来，说觉醒。这个觉醒啊，它达到了完全彻底的觉醒，就是没有它不醒的地方了。你比如说初地菩萨也是觉醒了，也是从睡无明长梦中醒来了，但是呢他这个觉醒啊，没有达到这个给吧，没有达到这个丰富发达繁荣昌盛，这个无所不知，还没达到这个程度还不够，哎，他就不能叫桑戒。只有佛才能叫桑戒，就是完全彻底觉悟。哎，所以这个你看这个意义也好，你看中文译叫佛是音译啊，就不好这个理解。你要译觉者，哎，它就好理解。所以你看这个对于佛陀这个名词，它进行了两个解证，虽然是一句话，是两个句子组成的。就是说佛他也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从无明睡梦中觉醒的人。哎，这就叫佛，很符合那个佛的本意。然后呢，他是对于一切法的智慧完全成熟，完全繁荣，
这个长生发达，这样的人就叫佛陀。所以这是解证关系啊。好，咱们来读一遍啊。桑盖的马瑞贝尼送巴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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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恰拉罗觉给宝，谢恰拉罗觉给宝，谢恰拉罗觉给宝。谢恰拉罗觉给宝。好，下边再看第二种，这个叫贝尔纳，就是例如，在某一个比喻中啊，例如举例子了要用于后面分句之前，表后面的分句是举例来说明前面分句的。前一分句后面常用呆呆台，其后面常用助词的不，就是呼应，就是说前边说贝尔纳，到这个例子举完了之后呢，说的不，就像前边说的一样，这两个词中间就是举的例子，就是前后呼应，就好像那个说谁谁拿来，谁谁说呢，后边说完了还有一个送啊，这个且啊，还有一个说的词来跟前边呼应，两个前引号后引号给包起来，这就是举例子，这个很明显，很好判断。贝尔纳，咱们来看一句啊。你把且把别扎谢吧你，一般且把别扎谢吧你把且把别扎谢吧你，你，一般且把别扎谢吧你。你把就是二义名词化，就是第二，就是第一第二。这个要是光是你呢，就是二的意思。你把就变成了一个名词，现在这个你把就是一个名词了，就是一个表示二，就是第二。且吧是做这个动词，加上个包，形容词尾，名词化就变成了作者。这译的是施动者，这是讲文法。讲文法呢，这个且吧包就是指的那个发出动作的人，也不见得是人啊，发出动作的那个词，这个它叫施动者，就是实施动作者。也许是动物，也许甚至还可能是东西了，用什么做工具，由它来做什么，就是施动者。第二，施动者的札就是声音，也就是字词。谢吧你，解说，这个说是主要偏向解说，说讲到，也就是解说到施动者格时说，这个地方实际上没有这个出现这格这个字，格这个字下边出现，也就是他是说这个札这个词。第二，这是什么呢？这是那个藏文呐，有自己一个文法30颂，藏文文法30颂，一共30个颂的，来把藏文的文法全概括在里头。他这是在解说这个藏文文法30颂的一个书，一个解说这个30颂的书。他在讲说第二，在解说到就是那个30颂里头解说到这个施动者这种词的时候呢，然后下边啊，忒尼拉尼，这是这个说那个30颂里头啊，解说到施动者的时候啊，说了2句话。30颂因为它也是这个就是7言1句嘛，这个4句为一个颂子嘛，现在他引了他2个颂子。第一句是忒尼拉尼九八加尔，忒尼拉尼九八加尔，他这译的是叫记在其上加第10。咱们来看这个忒是那个，尼是就是那个啊，这个尼就是个就是啊，就是前边那个，就是或者有时候经常译成它本身，它本身
经常也被译成自性、自相、自体，本身也是自体嘛，他自体，他自相，他自体，他自性，所以经常译成自性，经常这个你也就被译成这个性，忒尼了，就是就在它上面，就在它上面呢，就把第十，就是十，加上把名词化就变成第十。假日这个词咱们应该是很熟悉的，在心经里头说这个行菩萨行是觉儿假日，这个强求三八觉儿假，就是觉儿是它的原型，是这个叫菩萨行，这是个名词。然后假日是过去时、未来时都是假日，把哪若去掉，就成了动词，行菩萨行。这个地方就是这个行的这个未来时跟过去时就是一个动词。这个那个菩萨行里头主要是用的它的行，就是说实行、修行、加行，用的这个意思。它的最基本含义，这个觉日、假日，加上哪若是它的原型了，觉日、假日，它的最基本含义是什么意思？是配合，就是把一些东西啊组合起来，也可以记组合、配置，组合可以是它的自性，就是有一些零散的东西，你把它配置起来、组合起来，组合起来，也就是把它们给粘在一块儿，给这个配合在一块儿，这是它的基本含义。然后它引申出来一个抽象的含义，就是什么呢？就是结合实际，就是运用。结合实际就是把这个你说的这个计划呀运用到实际当中，结合到实际呢，把理论跟实际结合起来，也是一个组合。从这个组合的意思里头呢，发展出一个运用来，你把它跟实际组合起来，基本含义就是这个。然后呢，名词里头它动词里头还有一个就是行为，加行、修行、行动。实际上这个行动是从那个运用啊，这个意思发展出来的，所以它基本含义是两个意思。这个词重要啊，咱们啰嗦一点。第一个意思是组合，这是它本意；第二个意思是运用，实行。像那个菩萨行的行，就是从这个运用，就是把理论跟实践组合起来，叫运用，两个基本含义。这个地方是用的什么呢？用的它的最基本含义就是组合，就是就在它上面把这个第十给加上去，给组合上去，给配置上去。说第十是什么呢？他这因为是这个颂子说的很简单，他前边已经讲了，所以他这个地方就没有这个具体说那么清楚。第十是指的第十个后加字，第十个后加字撒，在后边他那个这个里头解释出来了，就是就在哪个上边加第十个后加字撒呢？是在这个他这也解释了，说在前面讲到的第六格，第六格是属格，就是那个你可以翻过来看汉文啊，第二行，这就是说前面讲到的第六格 ki i ki， 前面讲的属格的这五个上边，就在他们上边加上第十个后加字撒，这后边有解释，咱们先看明白就好理解了。好，翻回来，这一句话就是说就在它上面，就是就在那个第六格属格上面加上第十，加上第十个后加字撒，这一加成了什么？就成句格了，对吧？属格加上撒就是句格。后边一句啊，且把包入谢巴尔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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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把包就是那个施动者，如是拉丁，如是拉丁的一个形式，后边是谢巴尔卡。咱们说了，卡是做的未来时，它有应该的意思，应该往前倒，应该前边拉敦前边是谢巴，应知，你应该知道啊，这是这个语法书给这个别人讲嘛，说你应该知道啊，
这就是识动者。哎，他把这个是给省了。应该知道这个前边这个，就是说给那个第六格属格上边加上仨，哎，这就叫做应该知道，这就叫做识动者，就变成句格，就变成那个加上仨的句格。这是三十颂里头的两句话。哎，写吧得，哎，说哪儿说的呢？就是三十颂里头说了这么两句，说在讲到第二，讲到识动者这个词儿的时候啊，这个三十颂里头有这么两句说了这么两句。对，就是我现在要对三十颂里头这两句进行解说，我要来解释，所以它是解证关系。看他来开始解释了，说怎么解释呢？说俺谢呗那么耶除呗扎，俺谢呗那么耶除呗扎，俺谢呗那么耶除呗扎，俺谢呗那么耶除呗扎。这个俺是先前的前边的，就是时间上的早先的。早先谢吧，咱们说是解说，先前解说的那么耶格，这是那个第几格的那个格。除吧是第六格，前面解说的第六格的札，第六格的这些词这些话。哎，这个题呢不是属格，不是它的，不是在它后边加的，是跟它的同位语，就是前面解说的第六格的词有什么呢？同位语。其实这个地方也可以加解证的那个，就是说这个词有5个，就是 k g i i k 对 k g i i k 对，哎，就是前面解说的第六格的词同位语有这5个，就是 k g i i k 对。注意这个的又是个解证，就是又跟它同位语关系，就是要解释它。解释什么呢？说阿波忒大尼了，阿波忒大尼了，阿波是5，一加上这个波形容词尾就变成了一个整体，就是这5个忒大，他们5个，你就是他们5个本身，就是他们5个上面，哎，拉就是在上面嘛，就在他们这5个上面，哎，这个你就是在他们这5个上面，干什么呢？解救九八撒一加瑞，解救九八撒一加瑞。解救，解是这个叫随后，就是跟随，哎，跟随。救是进入，这是2个动词，这2个这个合起来呢，就是说跟随进入，什么意思呢？就是后加字，就是后加字，这就是后加字的一个词。跟着前边的加上后加字，跟随进入，跟着前边的它就进入了这个句子，就到这儿了，就是后加字。后加字，然后九八第10个后加字，这是一个量词啊，序数词。第10个后加字，说就在前边他们这5个上面，第10个后加字撒，这是同位语。哎，九八跟这个撒，这就是第10个后加字就是撒，撒就是第10个后加字，它俩是同位语。以咱们说了，就是以给，就是字文字，就是这个字。哎，那个撒也可以说撒这个字，哎，加上组合上加上，就在这5个上面加上第10个后加字撒这个字，哎。
加上这意思已经明白了，就是说前边这2句话什么意思啊？说就是在这5个后边啊，加上第10个后夹字撒这个字，加上，这就把前边解释清楚了。注意连环句后边加个撒，加入为，就是由于这个原因，由于你在它上面加上了后夹字，这个意思跟前面没有关系，它这是连环句。由于你一加后夹字，就变成了后边这样5个字，就变成了 k g 一 k。你在前边属格上加上后夹字撒，就变成了这样的5个字，这就变成了句格的5个字。然后后边是 namsu 竹巴尼 namsu 除巴尼nam 是复数，就是这5个，除吧就是完成，完成加上了的，加上那个撒了的这5个字呢，说加上就构成就构成，就是构成，就是完成了。它根据这个这儿的情况，它就不直接一完成，就是构成了这样的5个字，构成了，构成这样5个字。然后呢，恰瓦拉角儿瓦敦贝纳，恰瓦拉角儿瓦敦贝纳。这个敦吧是显示、表示，因为你看敦吧后边加个撒，就是因为因为它角儿是进行，它不是有进行的意思吗？应用进行，显示了、表示了进行，进行什么呢？恰瓦是做，恰瓦是做，未来时表示所做，表示进行了所做，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给属格加上撒之后它变成句格，句格它表示什么意思呢？它表示这个东西它进行了动作，恰瓦它有所做，它有所做，表示它进行了所做。由于它表示进行了所做，那就是表示既然它表示了这个进行了所做，然后后边那么耶松巴第3格，格后边是第3，没事，咱们这一句要讲完。第3格后边这是同位语，切巴别撒入谢巴尔卡的，切巴别撒入谢巴尔卡的。切巴波是施动者，施动者的撒，就是应知后边应该知道，这就是第3格施动者的撒。就是说给属格加上一个撒，你应该知道这就是第3格施动者的撒。也就是说你加上这个撒呀，它就变成了施动者的撒了，就变成施动者了。这就是讲这个解释前面这2句话。注意，这就是解证，就是还要解释，对这个话还要解释，还怕你不清楚，再怎么解释呢？说贝尔纳打给单，贝尔纳打给单，后边的解释不用理论解释了，举具体例子。说我给你举个例子，什么叫句格？比如打给单，就是我加上一个 k 就变成了句格，由我来单是什么呢？就是前边那个敦巴的，这是未来时，也是过去时，它就是把那个哪若去掉，就是由我来说。咱们说过这个敦巴显示也有说的意思，我说，由我来说，我是施动者，加上撒我就成了施动者。比如打给单后边却给年，由你变成施动者了，你施什么动作呢？听，我说你听，
我是一个施动者，你也是个施动者，我来说话，你来听，你也有动作。下边这都没有关系啊，这都是那个分开举的例子。提琴，就是他这个本来这个提应该直接加撒，中间不应该有夷。这个为什么中间有个夷呢？古语他这是举的例子呀，因为那个解说30颂的这个著作呀，可能比较早。古藏文里头啊，它就是有这个提撒之间就有这个夷，所以他就引文嘛，他就引出，他就这个照样抄下来。现在呢都不要这个夷了，就直接提上加撒，就是他来给。下边你看译的第3个叫他给，秦就是这个布施了，就是给他给，由他给。下边一个例子还举了，说敌浪，敌是这个，由这个来取，浪的是取的过去时。前边说了那个人是取，它的浪是未来时，浪是过去时，由这个来取。最后一个例子，塞给女的波，塞是金子，由金子来，用金子来，女买，用金子买，金子是施动者，就是用它来做动作，用金子来买，所以这个施动者不见得是人。德波跟前边呼应，贝尔纳后边德波就像这样一样，德波就是像这样一样，像这些一样啊，这些就是施动词，施动者，就是聚合，就这意思。好，今天就讲到这儿，咱们先把这句话读一遍啊。你把切巴别扎谢吧你，你把切巴别扎谢吧你，忒尼了你就把假儿，忒尼了你就把假儿，切巴包入谢本卡，切巴包入谢本卡，谢巴的，俺谢呗那么也出白扎，俺谢呗那么也出白扎，开给一开的，俺包太大你了，俺包太大你了，解救就把撒意加外，解救就把撒意加外，开给一开，那么苏出吧你，那么苏出吧你，恰瓦拉角儿瓦蹲白那，恰瓦拉角儿瓦蹲白那，那么也松吧，那么也松吧，切巴别撒入谢本卡的，切巴别撒入谢本卡的，贝尔纳打给单，贝尔纳打给单，克给年，克给年，提琴，提琴，敌浪，敌浪，塞给女的波，塞给女的波。好，读一遍。今天还不少了啊。从这个166页第12句开始。罗记咱松瓦塔，乃戳包军，罗作车切经读，桑
南浪巴堂，三南浪巴堂，论包县南达尔钦，云包县南达尔钦，王包南尼，王包南尼，米堂那瓦堂那堂，米堂那玛堂那堂，街堂律所，街堂律所，吞米三包扎台，孙推米三包扎台，一个堂扎了开巴尔给的，一个堂扎了开巴儿条的，别给罗扎堂，别给罗扎堂，一看了阿瓦台银咯，一看了那瓦台银了，那菜新都忙灭个，那菜心都忙灭的，真单沙桥盖瓦牛，真正沙桥盖瓦牛，推心开巴忙那样，推心开巴忙那样，来些穷娃新都干，来些穷娃心都干，太大全巴瓦西给通来，铁大全把瓦西给通的，机器人绝，机器人绝，借穷哦三万，借穷哦三万，娃样绝说，娃养绝少，推心都债务堂人大堂，推心路摘乌堂人大堂，怕堂马海堂，怕堂马海堂，大堂生给南地江全说，大堂生给南地的绝少，新看给买吧，新看给卖了，季度呢打给债务多儿，记住呢打给摘乌多儿，你说呢打给说借吧喂，你说呢打给说借吧喂，一把剑给娃儿给我捞，一把金结外给爱债民。我，哎摘米，人地啦，公白公亲人的，人地了公白公亲人的，错娃没白，错没白，驴地蛋儿送娃银钱，驴地单儿送娃银钱，开把些钱娃啦，你约的，开把写钱娃了，你约的，鸡蛋给狼多儿给去，就单给浪多儿给去，马这把儿结巴啦，开把堂，妈这把儿结巴了，开把堂，坦白却给狼多儿给去，他们却给浪多儿给去，马这把儿结巴啦，开把的，妈这把儿结巴了，开把的，俺把你诉送，那把你说说，祝俺把俺古儿娃你祝南把俺古儿娃的地大的。地大的，内堂戳堂，内堂朝堂，索瓦堂三马堂三穷哦，索瓦堂三马堂三穷啊，带罗那若马尔巴拉索的，带罗那若马尔巴拉索的，拉马出托空马南给讲，拉玛出头恐马南给讲，让给南他送，让给南他送，上给的马瑞白你上巴堂，三给给马里白你上了堂，谢掐了罗这给包，谢钱了老绝给吧，你把切把别炸谢吧你，你把切把别茶谢吧你，推你了你就把家儿。陪你那里酒吧家儿，切把包入谢把儿掐，切把包路谢吧茶，谢把的。谢吧的，俺儿谢白南叶出白炸，俺谢白南叶出白茶，开给一开的。开给一开的，俺包太大你了，俺包太大你了，解救就把撒一家儿呗，解救酒吧3亿家儿呗，开给一开，俺们说出把你，开给一开，俺说出吧的，掐完了脚儿娃儿炖白呢，掐完了叫二娃儿炖白呢，俺们也送吧，俺们也送吧，切把别撒入谢把儿掐的。切把别撒入谢把儿掐的，别人呢打给单，别人那打给单，
缺给年，这里年提琴，提琴第一浪，提浪三给月的不？三个